Hello，你好，今日我想講下個話題咧，係關於家用保險。咁家用保險咧，香港勞工處法例咧要求僱主要幫姐姐買家用保險嘅。咁家用保險可以自己僱主自行購買，或者通過 agent 代購都可以嘅。咁如果家用保險咧喺合約期內，如果個僱主會轉咗個新姐姐，咁可以轉新姐姐名嘅，係可以轉名嘅。咁一般我幫客戶買保險咧，我係會將我過數俾保險公司嗰個頁面，即係銀行嗰個頁面，我過咗幾多錢俾保險公司，同埋嗰張臨時保單咧，我都要發俾個客嘅，佢確認我幫佢買咗個保險㗎啦嚇。咁點解今日我會想講一個家用保險嘅話題咧？因為我最近發生咗一件事，咁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我有個客戶咧喺另外啲 agency 公司請咗個姐姐，咁當時嗰個中介費咧所講咧就係包含保險嘅嚇，咁但係個客咧就用咗個姐姐一段時間咧就辭退咗，就重新再喺我公司請咗個新姐姐。咁而家個新姐姐到港咧，我就要跟進個保險。咁我就個客話俾我聽，佢係用呢間保險公司嚇，咁我就同佢去做轉名啦。當我同佢做轉名嘅時候咧，原來發覺呢個僱主咧係根本冇保單喺呢間保險公司嘅，咁即係話佢根本就冇買過保險，所以咧如果你哋係要買保險嘅話咧，中介公司係必須要提供一個保單俾你咯嚇。一定要有保單，係啊。其實如果你買完保險之後咧，嗰個保險公司咧正式嘅保單咧會寄去你個地址嘅，會有個保單編號嘅。咁而家咧查詢唔到，咁即係佢根本就冇買過保險。所以咧，你哋如果真係要買保險嘅時候咧，就要留意啦，一定要有個 agent 一定要提供翻個保單俾你嚇。OK，咁好啊，我哋下次有咩話題，我哋再分享。